歡迎收睇節風暴消息。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，表示有一個熱帶船將會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內，可能影響本港。下午1點，超強颱風華加莎集結香港之東南偏東約870公里，即係喺北緯19.4度、東經121.9度附近，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20公里，橫過呂宋海峽並進入南海北部。睇大船路徑圖，華加莎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230公里。按照現時預測，華加莎會喺今日橫過呂宋海峽並進入南海北部。隨住華加莎靠近廣東沿岸，本港風勢將會逐漸增強。天文台會喺今晚9點40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預料本港明日稍後天氣開始急速轉壞，天文台會考慮喺明日下午1點至4點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。星期三天氣持續惡劣，吹烈風至暴風，離岸及高地可達颶風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海有非常巨浪及湧浪，請沿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受顯著風暴潮影響，預計星期三上午本港沿岸增水約2米，最高水位普遍可達海圖基準面以上約3.5米至4米，而吐露港水位更可能高達海圖基準面以上4米至5米，請採取適當預防措施。預測大致天晴，下午酷熱，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，海有湧浪。展望明日初時仍然酷熱，吹強風，稍後天氣開始急速轉壞，風力進一步增強及有狂風驟雨。星期三吹烈風至暴風，離岸可達颶風，天氣惡劣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顯著風暴潮。星期四風勢逐漸減弱，初時雨勢仍然頗大，隨後2日天氣逐漸好轉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歡迎收睇節風暴消息。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，預料本港平均風速為每小時41至62公里。下午10點，超強颱風華加莎集結香港之東南偏東約680公里，即喺北緯19.5度、東經120度附近，預料西或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20公里，橫過南海北部。睇大船路徑圖，華加莎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230公里。按照現時預測，華加莎會維持超強颱風強度，靠近廣東沿岸，並於星期三早上最接近珠江口一帶。受華加莎嘅廣闊環流影響，預料本港明日稍後天氣開始急速轉壞，天文台將於明日下午2點20分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，並會喺8號信號生效前約2小時發出預警8號特別告示。天文台會視乎華加莎與香港嘅距離及本地風力變化，評估明晚較後時間至星期三初時是否需要改發更高熱帶船警告信號。預料本港星期三天氣持續惡劣，吹烈風至暴風，離岸及高地可能達颶風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海有非常巨浪及湧浪，請沿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受顯著風暴潮影響，預計星期三上午本港沿岸增水約2米，最高水位普遍可達海圖基準面以上約3.5米至4米，而吐露港水位更可能高達海圖基準面以上4米至5米，請採取適當預防措施。預測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北風，明日風勢進一步增強，稍後大烈風程度，海有非常大浪及湧浪，大致多雲，明日最低氣溫約27度，期間短暫時間陽光及炎熱，市區最高氣溫約32度，新界再高1-2度。稍後天氣開始急速轉壞，有狂風驟雨及雷暴。展望星期三天氣持續惡劣，吹烈風至暴風，離岸及高地可能達颶風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顯著風暴潮。星期四風勢逐漸減弱，
初時雨勢仍然頗大，隨後兩日天氣逐漸好轉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歡迎收睇一節風暴消息。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，表示本港吹西北風，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。黑下午3點，超強颱風華加莎集結香港之東南約350公里，即係北緯20.4度、東經116.9度附近。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係20公里，靠近珠江口至廣東西部沿岸一帶。睇下大船路徑圖，華加莎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220公里。過去數小時，華加莎繼續移向香港。按照現時預測，華加莎會維持超強颱風強度，於明日早上最接近珠江口一帶，本港風力將進一步增強。天文台會視乎華加莎與香港嘅距離及本地風力變化，評估今晚較後時間至明日初時是否需要改發更高熱帶船警告信號。華加莎環流廣闊，風勢猛烈，其外圍雨帶已逐漸靠近珠江口一帶。預料本港今日稍後天氣開始急速轉壞，風力迅速上升。明日天氣持續惡劣，吹烈風至暴風，初時離岸及高地風力達颶風程度，有頻密狂風達驟雨及雷暴，海有極巨浪及湧浪，岸邊會出現月堤浪，東面及南面嘅海岸尤其顯著。境外沿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受顯著風暴潮影響，明日本港沿岸增水可大約2米，預計水位早上約6點後開始上升，並喺早上較後時間至下午初時達至最高，普遍可達海圖基準面以上約3.5米至4米，而吐露港水位更可能高達海圖基準面以上4米至5米，請採取適當預防措施。預測吹強風至烈風程度北至西北風，稍後風力進一步增強，海有非常大浪及湧浪，大致多雲，有幾陣狂風驟雨。稍後天氣急速轉壞，驟雨增多及有雷暴。展望明日天氣持續惡劣，吹烈風至暴風，初時離岸及高地達颶風，有頻密狂風達驟雨及顯著風暴潮。星期四風勢逐漸減弱，初時雨勢仍然頗大。隨後兩日天氣逐漸好轉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歡迎收睇一節風暴消息。10號颶風信號、黃色暴雨警告信號、山泥傾瀉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現正生效，表示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118公里或以上。喺上午10點，超強颱風華加莎集結香港之西南約140公里，即係北緯21.3度、東經113.4度附近，預料西或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約20公里，靠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。睇下大船路徑圖，華加莎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95公里。華加莎正開始遠離本港，但與其相關嘅颶風仍間中影響本港西南部。10號颶風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。預料本港會逐漸轉吹東南風，你需保持高度警覺，不要離開由屏蔽嘅地方，並留意破壞性嘅風力。本港今日天氣會持續惡劣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海有極巨浪及湧浪，岸邊會出現月堤浪。東面及南面嘅海岸尤其顯著，應該要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華加莎正為本港帶來顯著風暴潮，本港沿岸嘅水位今早9點普遍已上升至海圖基準面3米以上，而沿岸嘅水位仲係逐步上升，預料喺中午前後達至最高。喺過去1小時，昂坪、大老山及長洲分別錄得嘅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41、132及119公里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192、169及156公里。
預測吹暴風至颶風程度東風，漸轉吹東南風，晚上風勢逐漸減弱，海有極巨浪及湧浪，密雲有頻密狂風大驟雨雷暴及有顯著風暴潮。展望明日風勢進一步減弱，初時雨勢仍然頗大，隨後兩日天氣逐漸好轉。睇埋過去1小時最高陣風，有部分地區錄得颶風程度嘅陣風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